皆さん你好我是チョンズ没有地最嗨的掌声加尖叫，欢迎卡瓦萨基布鲁泽利川崎宗泽进场，欢迎。我们先。你好吗っていうのは元気ですかって言ってたでしょ。他说你好跟你好吗是不一样，你好吗就是お元気です。お元気ですから。シェイシェイにあと台湾語っていう言葉もあってどうしゃっていうのが多谢。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僕はいつも野球が大好きなので楽しむことが一番だと思う、楽しむことをまず忘れないこと、その中でやっぱり残酷なスポーツなんで野球は残酷です、なのでそれはもう十分分かってるからその残酷な上でどれだけ自分たちが楽しいプレーをして皆さんを元気づけれるか、それ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でも一番は自分たちがまず楽しむことをやっていきたい、それを教えていきたいけどまず僕が楽しめないとね、ダメだからまず今目いっぱい僕が台湾の野球を楽しもうと思ってます。はい。他说他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棒球，也很享受打棒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但是棒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世界一个环境，所以他也会告诉年轻的选手，就是说打棒球这件事情，它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残酷的，所以你要随时要保持你的一个热情。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要乐在其中。那以他自己来讲，这次来到台湾，他能够重新再回到球场，他自己本身身为教练兼选手，他一定自己要先享受这个过程，先乐在其中，才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心境跟这样的精神传达给年轻的选手。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最先自己要做到的，就是要先让自己享受台湾的一个棒球，然后把这一份的一个热情传达给年轻的选手。まずは、みんな20歳を超えてると思うんで、20歳超えてる人たちにはまずお酒から教えたいと。お酒。先从喝酒开始教起。哇 ，really？ 以酒会友。哦，所以川崎酒量好的意思。忘れよう嫌なこともいいことも。他说呢，其实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东西你还是要学的去遗忘等等，这个也是不错的。你好。你好。你好。有吗？会。はい。ありがとう。你好。你好。拜拜。